是虔诚的听众，牛早。现在又是正觉之声空中播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已经就是讲解甲正文第55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55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简约明如智慧，暗如烦恼。即嘛应该呢，煞来解说一遍。一遍就是修道之人，统不以智慧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并何出离？思曰：烦恼即是菩提，无异无别。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是二乘见解，永乐定机。上智大根，实不如是。即嘛，咱应该呢来解说一下道理。因为武则天甲中宗派一个时间，要来请慧能大师。慧能大师毋介意去，结果这个时间呢，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请示佛法。伊即马要转去，就甲伊讲：你必须爱对我来指示心要。安尼呢，我会当将你所开示佛法来传召两江，当时呢也自这个会当好来传互行师学道的人。就使你即拍灯呢，会当好点转上传到白千顶。使你这个法灯会当好来一直流传发扬光大，使这个暗的会当好来得到光。但六祖慧能大师却甲伊讲，光暗这是代谢之义这呢是一种的对待之法。佛法呢，这毋是属于对待之法。因此，这位时间呢，才搁在请示慧能大师，讲在佛法中所讲的光是譬如智慧，暗呢是譬如烦恼。到甲明如智慧，暗如烦恼，这咱在前面已经解说了。时间就搁再讲啦，讲修道之人统不以智慧来照破烦恼，无始生死，并何出离讲咱伫咧修行佛道的人，这个统就是讲家族。讲家族呢，若是无用过智慧来照破了烦恼，也哪呢？无始的生死并何出离？这个无始的生死，要依靠什么会当来得到处理呢？这个凭就是依凭，就是依靠的意思。当然，时间所讲的呢，这是无毋对的。依照咱修学佛法的过程中讲起来，咱伫咧修学佛法的人就必须以智慧来照破烦恼，安尼无始的生死呢，才会当处理。这个生死为什么它会叫做无始呢？这个无始的意思就是讲，你无法度来甲伊追求一个开始。如来宗呢是无一个前节，就是讲法密如是无一个开始。无明呢也是同款无一个开始。因为无明无一个开始呢，所以生死呢也就无一个开始。对这个问题呢，咱或者是以为讲
哪有讲做无一个开始啊？毋过你家追求看卖，一直追求到你无法度追求迄个所在，抑搁再有一个源头。所以根本呢，你无法度家追求一个啥物时阵开始。虽然佛教所讲的宇宙人生观啦，甲其他的宗教所讲的不同。比如讲，其他的宗教要讲天地啦、万物，这是由上帝所创造的。换一句话讲，就是讲上帝还未创造以前，就无这个世间。上帝未创造以前，就无这个万物，安尼呢变成有一个开始。毋过，要咱佛法讲起来不对啊。那甲人讲上帝未创造以前无这个世间，也那安尼上帝啊，到底伊是要踮在啥物所在呢？上帝当然呢，我那也是有一个空间可以住遮会使。也那安尼呢，我那还搁再另外有一个空间伫咧。未创造人以前有上帝，到底这个上帝到底是当时有的啊？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咯。所以变成讲，在咱这个世间的进程，有一个上帝所大世间，在咱这个人以前呢，有一个上帝存在。也拿呢，这个世间甲这个人，神呢，上帝是一个神啦。但是要咱佛教讲起来，同款是一个有情的众生，嘛是同款啊。也搁在有搁在较进前的有情众生底下。到底上帝来创造人，上帝又是啥物人创造的？上帝是毋是原来是属于无死的物件呢？这呢，就是值得咱去甲伊追求的所在。所以咱佛教伫咧讲这个无死，就是讲你用这个时间一直甲追求面顶，甲追求，事实上你无法度追求起来。所以就名叫做讲做无死。这个无死就是表示永远以前啦。久远以前的这成事，加上讲若是无以智慧将这个烦恼来甲打破，也要如何当得到出离呢？这是咱佛法中所讲。咱伫咧学佛修行重要在哪里啊？就是要脱离世间的痛苦。这个世间的痛苦如何才是一了百了？一种的解决的办法呢？那当然啦，就是爱将这个生死了咯。这生死要如何来了呢？当然啦，就是爱将这个烦恼断了。如何才会当断烦恼呢？当是爱有智慧。智慧又对对来呢？对禅定，禅定对对来对这个戒律。所以这个佛法中所讲，就是讲勤修戒定慧的三无六学，就来断除咱众生的烦恼生死。所以这位时间呢，可以讲伊是了解佛法的人，但是伊所了解的呢，毋是属于究竟一佛性的真理。甲人讲究竟一佛性的真理所讲的呢，就会当好迄个境界较悬较深。不过，要通常讲起来，时间所讲的这并无对了。一面思话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啦。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烦恼就是菩提。烦恼甲菩提呢，毋是两个。烦恼甲菩提呢，并无差别。安尼才讲做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这个菩提就是智慧这个智慧甲菩提毋是两个无差别。要哪呢？就无需要以这个智慧来去照破烦恼咯。因为你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变成讲烦恼甲智慧这是两个，而且是一种的对立的。也既然是一个对立的物件，就是讲咱要来厌离烦恼，也要来求菩提。因此呢，就以这个智慧也将这个烦恼来去去掉。也来去证到菩提，也六祖慧能大师呢是用佛法的究竟义来说明烦恼甲菩提是不二。
烦恼即菩提，这咧在止观内底也说明。在止观内底，就是讲无明烦恼，无明颠倒啊，即是菩提。这个颠倒就是烦恼，就是讲无明甲颠倒呢，就是菩提，无执可断。这个执应该就是烦恼。那既然无明颠倒都是菩提，当然呢就无烦恼可断了。也生死即涅槃啊，就无灭可证。生死就是涅槃，当然呢就无这个灭体涅槃可证啦。又搁再讲生死即涅槃啊，是名可体；烦恼亦即是菩提，是名集体。这是在止观内底所说明。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这个道理可以讲就是属于大乘至极之谈。但是呢，依照教文的深浅呐，所讲的呢有所不同这当然啦，就是玉天台宗的智者大师伊所分因为天台智者大师呢，将教法的深浅分为藏教、通教、别教、原教。也四教之文所讲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个盘迄个意义有深浅。在法华经义第9文来讲会当好来体会生死就是涅槃那你这就是属于定会当好了达烦恼就是菩提呢，就名叫做慧。所以你来当好来体会讲生死就是涅槃。那在这个生死道中，你已经就是得到迄个涅槃不生不灭的真理了，当然这就是定咯。你会当好了达烦恼就是菩提，在这个烦恼中呢，你会当好来了达就是菩提，那么迄就是智慧。在十不疑文只要草有来讲假如若是离开了三道呢，就是无三德。所以呢，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呢就是涅槃这拢一个说明烦恼、菩提生死涅槃上这个道理。那这个觉烦恼即菩提，这个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觉就是和容不疑，就是讲和合这个容呢，就是讲互相这个融会就是讲互相呢变做一个啦，不是两个啦。那这个和容，我今晚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就像讲迄个水甲迄个牛奶这个水甲牛奶揽做一伙这就和容。所以你水甲牛奶揽做一伙了呢，你这水甲牛奶根本就无法度甲分开。不离一字就是讲无离开啦，两个物件无离开。所以烦恼即菩提啦，生死即个盘这就是所讲的这个觉，也就是和容不疑不离的意思。天台宗呢，就将这个该做3种来个说明。第一种就是讲参像这个两个物件来合作一伙。那两个物件合作一伙，就等于讲迄个金甲木来相合。那这个金甲木相合的意思呢，就是在指讲烦恼甲菩提本来呢是个别的物件。这个烦恼呢是属于思想方面，菩提呢是属于体性方面。这个菩提的体性甲烦恼的思想彼此不离。所以叫做讲做烦恼即菩提。但是这款的讲法呢，这是属于通教所讲。这个意思就是讲，假如若是未当好确实来去断烦恼就未当好来得到菩提。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必须呢会当确实来去断烦恼，安尼呢才会当好来得到菩提。这个意思较浅。第二种就是背面相反之觉。这个背面就是讲
一个正面，一个倒面。那一个正面，一个倒面呐，用这两方面呢来甲伊讲这个道理。这个烦恼甲菩提啊，虽然是同一体性，但这个菩提甲烦恼，那么有这个背甲面的差别的。虽然是讲烦恼菩提是同一体性啊，等于讲咱人的一个身躯，头壳这个面，咱后斗甲咱头前。底边就是这个身躯啊，但是面是伫头前啊，咱的头壳后斗是伫后壁，变成有这个背甲面，就是讲有后边面甲正面啦。那么由这个五这方面讲起来，那就是菩提啦；由昧这方面讲起来，就是烦恼。所以结果呢，就变成讲随这个无明，就是烦恼，就是生死。要顺着这个法性呢，就是菩提，就是涅槃。那就等于讲一间厝啊，有内外，有正面倒面，该共款意思。那这就是属于佛教所讲。那这佛教所讲这个意思啊，就是破无明了，要来顺法性，才会当得到菩提。假如讲你若是无破无明，无来顺法性啊，就袂当后来得到菩提。这意思啊，并不是最究竟的。最究竟就是同体全是，同体全是之节啊，就是讲，迄个物件的本身啊，就是啦。那就是参像这个水甲泡，这个水甲泡呢？就是讲水甲泡这两个啊，这就是一个水甲泡这两个呢，唔是两个物件，不但是讲无分开，而且呢，这唔是两个物件。你无分开呢，两个不同的物件甲合作一伙嘛是会使的，嘛是无分开啊。但是这个同体全是之节啊，就是咧指讲这个水是迄个物件，泡呢也是迄个物件。那水是迄个物件，泡是迄个物件。我相信啊，这个道理啊，真正容易了解。譬如讲，咱海水啦，海水呢，在无风无起风的时阵啊，迄个水是静静静，无迄个水泡。一旦这个水海水呢，互迄个大风甲加落甲地啊，迄个海涌就走起来。你迄个风愈大，这个海涌就愈大，一定的道理啦。那在迄个时阵，是毋是水甲这个泡分开呢？迄个海涌迄个水泡啊，是迄个水啊受到迄个风甲夹呢，所以变成水泡。那只是迄个形体啊变异啊，事实上呢，遐个水泡同款就是水。所以呢，所有的水泡就是水啦。你要离开迄个水泡，要来找迄个水，找无。这就是叫做同体全是之节。用这个意思讲起来呢，就是讲，迄个烦恼是要有这个烦恼，这个烦恼就是讲你这个菩提智慧，随着这个外面的这个经验呢，伊这个作用啊，变成实证了。那事实上，这个烦恼的全体呢，就是菩提的这个本体。安尼讲起来呢，就变成讲迄个实地甲妄情所见的不同意义。那在这个希望分别的所在啊，那这个世间啊，完全就变成生死。那假定讲以这个实地起这个妙用，安尼这个世间呢，完全都是变成涅槃。那么这呢，就是叫做法体之妙。所以这款呢，就是讲你无需要讲将这个烦恼断掉，事实上呢，一转呢就是了。就是讲只要呢将这个烦恼一转呢，就变成这个菩提。那就等于讲你在迄个水泡的所在，你要爱得到迄个水，并不是讲将这个水泡给拔掉，再去找迄个水。乃是这个水泡的本身，只要那是风
蒸落去，这个水泡切落去啦，就变成水了。那这呢，就是所谓同体转世之节。咱伫遮所讲的烦恼，就是菩提啊。六祖慧能大师所讲，应该就是全体这个同体转世之节。就是讲这个烦恼正果，伊的体呢，就是属于菩提。就是讲烦恼之性就是菩提性。这呢，在圆觉大师的正道过来对我来讲，就是讲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性即法性。这个无明的性就是佛性，也正就是这所讲的烦恼就是菩提意思。所以这烦恼菩提，若是讲用伊的究竟义讲起来呢，是毋是两个是无差别。所以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讲假如若是以这个智慧来照破烦恼，这呢是一种的义性的见解。这个义性就是讲小性、中性，就是声闻缘觉。那这声闻缘觉，因的变性就是讲有烦恼可以断，有生死可以了，有菩提可以证，也有涅槃可以得到。所以呢，就是将这个烦恼甲菩提给分开，生死呢甲涅槃搁再给分开，变成呢是两个对立的物件。所以若是要以这个烦恼来以这个智慧来去照破这个烦恼那么这呢就是一种的义性的见解。这个义性见解讲用六定记讲这呢，约法华经讲起来就是讲这个羊仔车啦、鹿仔车啦，这类的这个经记在法华经内底有伫咧讲迄个羊仔车、鹿仔车搁再牛车，搁再大白牛车。这个羊仔车、鹿仔车、牛车，这就是咧指小乘、中乘、大乘。就是声闻啦、缘觉啦、菩萨。这大白牛车呢，这就是指一佛性。所以呢，在法华经譬如品的3种的车的譬如呢，也有人讲就是4种的车的譬如。不过第4种的这个大白牛车呢，这乃是伫咧指究竟一佛性的真理。下面讲上帝大经啦，实不如是。讲假如若是属于上帝、属于大经呢，实不如是实不如是就是讲拢毋是安尼。什么叫做讲做上帝？什么叫做讲大经呢？这个上帝就是讲伊的这个智慧真悬；大经呢，就是讲伊的根基呢真大。那意思就是讲，假如若是一个上根立地的人，若是属于成佛的这款的根基的人呢，就毋是安尼，毋是安怎呢？就毋是以这个智慧来去照破烦恼。若个换一句话讲，就是讲，就是会当好来了解烦恼就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烦恼甲菩提，生死甲涅槃呢是无二无别。所以呢，只要呢一转迷、一归悟，那么一切呢就了了。就在这个转迷归悟这个所在来去解决问题。并不是讲你慢慢修来去解决问题。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咱从头起看到这个所在伊始终就是站在伊本身所悟的迄个佛性的真理的立场所讲的拢是属于顿教的法门。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禅，该叫做讲做是顿教的法门在烦恼即是菩提这个所在也会当充分的来去了解出来。最轻声听众，只有请咱过暂等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大经。